呢位奇妙嘅救主，此時此刻就喺我哋嘅中間。佢係全宇宙嘅光芒，佢嘅榮光無比尊貴。王啊，願你嘅國降臨。王啊，你的國逆天降臨，大地眾子民高聲歡呼。神啊，我相信你將快來，將要掌管萬國。王啊，你的國，王啊，你的國逆天降臨，大地眾子民高聲歡呼。神啊，我相信你將快來，將要掌管萬國。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從此與我同住，拆掉淚痕，泯滅恩怨，作你一生愛子。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從此與我同在。你是開始，你是終結，與你進到樂園。神的帳幕在人間，神的帳幕在人間。讓我哋用啟應嘅方式讀出以下嘅經文。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上說：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他要與人同住，他們要作他的子民，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，作他們的神。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不再有黑夜，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，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，他們要作王，直到永永遠遠。阿們。讓我哋一齊去高聲讚揚我哋神，願你嘅國降臨。王啊，你的國。王啊，你的國逆天降臨，大地眾子民高聲歡呼。神啊，我相信你將快來，將要掌管萬國。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從此與我同住，擦掉淚痕，泯滅恩怨，作你一生愛子。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從此與我同在。你是開始，你是終結，與你進到樂園。願你的國降臨，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看啊，看啊，神的帳幕在人間，從此與我同住，擦掉淚痕，
我在人間。